这个叫做体嘛讲，两者就是讲两面就是讲。哦，啊，要安怎？要到市方要缺乏力量比，哦，迄个量比量是季节变成，迄个季，唔是普通的量，唔是普通的比，唔是普通的比，普通的量。那普通的比甲普通的量叫做线哦，对这个物件。既然那就是季节，这个物件就是讲对你心性，你心性所流露出来的真实。所以讲情况，那这个都大家大家知道在平面在清明在清明啊，季节头前可以记，你就去头前可以记。所以今日讲的头前缺乏量比量量是体现，哦，迄个体现就是讲对你心性上真正流露出来真实，真实比啊真实名，唔是经过思想，唔是经过这个梦料所造出来的，唔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希望讲今日啊，透过咱这讲说，伊一个真优质，人已经啊，一个真正哦，优质讲师吼，啊，今日也上来咱哦，这个核心单位，咱主编来讨教，啊，所以呢，咱我今日啊，通过这个所在吼，啊，最后希望咱今日啊，咱核心啊，这个体育班咱环化啊，以及比较咱互相这个，咱我进。爱是看会新闻山，新闻山啊，这个马店吼，马店这销售员，这注定个销售行业啊，所以咱我今日啊，我可能是向咱家介绍啊，非常抱歉啊，最后祝咱各位心心地方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啊，各位谢谢。感谢点传师的慈悲，天道义鞠躬，坤道义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王讲师慈悲分享。请王讲师慈悲，天道义鞠躬，坤道义鞠躬。讲师午安。讲师午安。请坐下。讲师，那边以及咱规在内大家大家午安。讲师午安。会使讲感谢今日主席，感谢上天感谢是因所主奉主尊主我大地，好留真年的我大医生，真年者的苦心栽培，以及咱真年者无企业的，做互有学习的机会。会使讲时间过了真紧吼，咱去年12月到即摆又搁1单啊吼，所以讲咱的过年又搁即个到啊。所以讲时间呢，对咱来讲会使讲非常的紧啊。咱讲甲咱爱把握当下，所以讲呢，咱会当讲，大家拢做无闲的，拢利用这个后礼拜四啊，大家讲，拄啊大家休困的时阵，大家拄啊会当来就在一同来共修啦吼。一般呢，大家学习的时间拢伫咧下早时啊，像咱营单位嘛是下早时下早啊打开班了尔。咱因为咱科技单位，因为咱遮就是讲见下就拢在有诶做生意吼，时间袂拄好，所以用伫咧下晡时啊。这就是表示讲，咱逐个呢，会使讲足有智慧诶。一般逐个来休困时啊呢，拢是想讲休困就是要休困啊嘛吼，有诶是伫咧厝内休息，若无就是讲逐个大细人大大诶拢去外口咧佚佗。尤其就是讲这中间这下昼时的中间的这时间呢，拄啊大家拢踮咧困中昼。但是呢，咱拢嘛是无休息吼，可能咱若有休息，若搁较早啦吼，无咱就是讲，咱假如讲2点的班，咱就当讲把这时间拿出来，大家来遮互相学习，表示讲咱大家拢非常有智慧。因为咱知影呢，咱讲上一法以用为言。下次是医用性命，后天先天拢有需要，所以讲呢，咱如果若专心顾后天呢，那么咱先天呢，咱就失去啊啦，咱就无充实啦。
所以讲来讲，今日咱讲拥有偌济，到尾啊，若讲会讲一食3顿尔啦，若是较贵无伊，啥物就上无，所以讲照着咱今日有修学到，那么咱会当讲来。会当互咱有了已经讲了阮的机会，所以呢，咱一定爱好好把持。那么而且未进入讲一个，互较先来讲一个故事啦吼，就是讲有一阵囡仔，那么这囡仔呢，有一天呢，就甲这上帝要求讲吼，伊是要做天才。咱看到这阵囡仔遮古锥呢，那么上帝嘛是，伊家看看讲，恁想要做上帝好。但是我嘛爱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伊将伊甲每一个拢分互伊，拢甲每一个囡仔分一支色带互伊啊。色带就是像咱较早无拢咧检查这个迄种迄个色带吼，伊家讲咧，讲恁爱甲这色带咧保持互足清气的、足光亮的。我即马分互伊就是安尼嘛吼，足光亮的、足清气的哦。恁爱甲保持哦，安尼逐工拢爱保持安尼，才金金安尼啊。我吼。拄少会甲因迄个算讲来调查、抽查就对啦。即马就是安尼时间过，一礼拜、2礼拜、1个月过、3个月过，奇怪，这囡仔拢感觉讲，上帝是讲要来甲咱抽查，是拢无消息。只要知影囡仔愈来吼，伊就拢做懒散去啊。就想讲上帝应该是咧向伊开玩笑啊，就无咧甲插啊。即马就大家都毋知影人要实际迄个色带啊，有一天呢，上帝用出现啊，就来甲因迄个所在迄个色带啊，大家摕出来呢，竟然看看，逐支都是乌噜噜，拄仔惊其中一支呢，金刺刺，为虾米呢？就是讲这囡仔逐工都做认真咧甲伊色带安尼插啊，直接啦因为上帝交代嘛，所以我会照上帝的话安尼，逐工去甲伊切到金刺刺。结果呢，加上这个囡仔是会当做天才，所以这合法基论这故事就是讲的，上帝吩咐的，你要做天才，其实嘛是足简单，就上帝讲安怎，就照咱照安尼做就对啊。那么今日嘛是像咱今日的就共款啊，上天降做互咱，上帝讲保证咱这得真理、真天人心，以后咱保持着这把持着迄种的迄个认真嘛吼。那么，相信咧，大家拢会当讲，拢将来咧要成道拢可能啦。所以讲咱要今仔收着这宝贵大道咧，咱必须来把持着这。就是爱有这信心，爱有愿心，爱这力量。咱来看，今仔信心就是讲，今仔咱保证讲，今仔求这道，将来当互咱朝圣了主。因为咱常咧讲啊，咱今仔求道是道真理真天明心嘛吼，但是咱主要就是爱有这信心。因为咱讲信心是一切总源头嘛，你有信心，自然咱的信心流露会出来，咱就有这原心。这原心就是安那，相信佛道。然后安那，不止咱家己成就啊，咱就爱下发忠心啊，所以讲咧，咱有信心、有愿心了后，上重要嘛是爱去实行啊，咱无讲，咱只会讲，这应该容易互咱去着，但是咱若无去做，无去付出呢，袂安那有这成果呢，所以毋大家讲呢，先不本是凡人做啊，只怕凡人心不正，为虾米？因为咱刚刚讲修行到尾也无看着啥啊。愈来嘛，亲像这阵囡仔共款啊，但若敢若也无啥物作用啊，就甲放弃，家己自动放弃，那么安尼敢袂成啊？所以这自然就袂成啊。所以咱修行一定爱保持着信心、愿心，爱实际、踏实实去做啊所以讲，虽然讲咱毋是讲，咱袂当亲像讲，咱较会晓的、较有能力的，咱做较济，较学慢的要安怎？无要紧，就反正咱有反正就来遮扶持。扶持嘛是一种的功德啦，咱就来遮经历有长，这嘛是功德一件，就是看咱安去做，伊是要做天才足简单嘛，因为我要替你做工课，你就斗叫人，带做斗载人啦叫人啦载人啦，或者是讲咱来学长者来扶持，这种嘛是做天才的工课啊，甚至咱愈较会晓的，年龄较会晓，咱
咱就来传福音，来做工事啊，吼，所以讲道场就惊咱唔出来尔，惊咱唔爱去用利用啊，人讲要用利用，就是爱利用这有价值嘛吼，啊，咱今日讲会当出去做人，啊，伊有做人，才会当来求了这宝贵的财宝，啊，伊了有这体，咱嘛来家己了解，去做咱应该爱去做的工作，吼，这就是讲咱一定爱把握这遮尔啊好的语言会当互咱发挥啊吼。因为互较今天呢，嘛是以着一个题目来和咱做学习啦吼，就是启发良知、良言之善。那么启发良知、良言之善，咱会记是对什么捌看过？都是宗旨。对，咱若有咧背经呢，相信咱拢有看到道之宗旨内面，其中有一段就是启发良知、良言之善啦，吼。那么咱遮呢？咱就先来唱一下道之宗旨。这是咱遐呈现哦，这是咱义心道场内面的一个活动哦，啊，来甲做者影。咱会晓唱的哦，咱来做伙唱，因为道之宗旨差不多咱拢会晓背，啊嘛会晓唱嘛吼。天地理生理，从要为众世尊心朋友相依，下不要生之道，还有安心之人，无量之量的之善，人即是为清平，人心为良善，即世界为大咱求道的修行，这第是讲大圣甲咱教的，讲一世有道，因为三世修行；一世开法会，因为五世修行；一生断福长，因为七世修行；一心清巧，因为十世修行。所以咱会当伫咧修道的路途上呢，大家袂使讲是无简单啦吼。因从我世尊心有相应，相方德，不下生人之傲气。高尚之福，其实地这条修者，外不开心之然，外了自然之善，你然即感还是为清平，马人心为良善。其世界为大同，为不关心之人，无量之量之善，因人即得大人，还是心为清平，他人心为良善，其世界为大同。
这就是刀枝中指，你看嘛，刀枝中指每一条的条目，为就是让人照计修身，恢复本性之自然，然后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不得良知良能之至善，良知良能本体咱就自有的，啊为虾米咱今仔爱做启发？吼，表示就是讲咱真久无去甲用啊，咱亲像一台车共款啊，这台车你若久无去甲开，这台车就是开袂赢。吼，啊咱本体就是这良知良能，咱亲像名就甲讲啊，人之所不行为能者，伊良能也；所不如为知者，伊良知也。海地之道，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人也，敬重义也，无他达其天下也。吼，这就是咱的良知良能，拢毋免经过学，拢嘛毋免经过吼，免经过考虑的，啊，就是囡仔伊的天性，伊的天性所流露出来，你会看，伊就知影人咧爱是个人，敬咱的长相啊，吼，所以讲，这个本体就是咱本体就有啊，无需要跟去学习，吼，免搁去，为虾米就是搁强调这启发，表示讲咱真久无甲咱的良知良能去甲发展出来。吼，所以呢，毋知甲伊讲咧，自身本有的种种特质，既然是本身具有，为虾米还搁爱修身？吼，就是讲因为食了已经太济太重，互咱无法度完全发挥自身本就有的良知良能之理性。吼，本体就是有的啊。吼，咱头讲本体，咱讲的讲，为虾米咱爱提倡好道？好道本体咱就是爱去执行的啊，为虾米爱搁提倡？表示讲即摆人渐渐对着这，吼，咱的人伦道德已经无咧注重，吼，渐流失去啊。啊，所以讲咱良知良能本体就是咱足自然流露出来啊。吼，所以讲，今咱修道开始理想的出现啊，因此一指就是甲咱了解。遮就是咱有咱的本性良心，你的良心就是住伫个遮，咱就是爱持续去甲用，吼。所以讲咧，透过学习，无非就是要甲伊开启智慧。所以咱逐个月拢有开这体育班吼，嘛就是要甲伊开启咱的智慧嘛吼。所以讲，咱第一条来讲，良心在启发，吼，咱来话，咱人来讲，一切人都无良心。啊，是毋是咱拢做生气的吼？甲讲人无良心，我是件足严重的代志啊！吼，这就是表示讲，咱人拢有良心嘛。啊，良心所发展出来就是啥物？有责任之心，有羞恶之心，有是非之心，有自量之心嘛。这种自然咱的良心所流露的是遮好的物件哦，这拢毋免经过考虑。啊，像咱伫咧路里咧行好啊，咱拄着迄个救护车，往伊来吼，咱拢也想讲哦，较紧的啥物边啊？因为咱知影讲，这就是有危险，吼，咱尽量较紧让互人。甚至咱若伫咧路里看到迄个，哦，路迄个动物要互搞掉啊，咱嘛是吼发出着迄个自卑迄种的心嘛。看到艰苦人，咱嘛会想要去家己救啊，要去家己帮助啊，这就是咱人的责任之心嘛。吼，咱亲像进前。报迄个电视无咧报讲外国一个大学生来到咱台湾读册吼，啊去采猫啊，有无？有这个报道无？啊，这后一寡迄个爱猫的人士看着，拢感觉讲这足不人道，所以到尾啊来牵上落去。因为知影讲咧采猫啊足不人道，啊互我咧想讲吼，啊奇怪，啊咱定咧采牛啦、采猪啦、采鸡、采鸭，啊咱大家拢袂欢迎呢？为虾米？因为伊和咱无关系，所以猫嘛有人咧食嘛吼，猫啊只有是讲安尼大家才真正的做宠物啊，啊猫啊袂使刣，啊奇怪，啊鸡啊鸭猪啊牛啦，这种的刣竟然是我紧，大家拢无意见哦，这就是来讲，当咱拄着咱人的需要的时阵。咱的良心就胖见尔，是毋是安尼？本来是咱足有良心的，你看，迄猫啊，人咧甲刣啊，吼，就竟然就咧抗议啊，啊竟然，你来讲是只猫啊啦，迄伫咧水沟啊吼，甚至就是较紧来请着消防队的来咧救哦，啊足奇怪，咱当咧甲一寡动物咧食的时阵，咱竟然良心就胖见去啊，
吼，是毋是安尼？拢讲有抗现同我有关系的时阵，咱亲像咱小老师逐句咧甲讲啊，大家拢做有爱心，吼，大家拢嘛感觉收了真好，拢无违反着我的利益。但是若有和我利益的关系呢，我迄个时阵良心就毋免讲啊，就已经拢先出我有利的啊，这良心这就已经放弃。哦，所以来讲，这份知心本地就是咱人有的，哦，拢是因为为着我的私心，甲这份知心就要稳起来。哦，啊，加这有无知心，就是见孝心嘛。哦，你看，大家拢有这见孝心嘛，做了毋对的，咱嘛讲，咱若讲较有良心的，咱知讲做了毋对，咱是歹势去死啦。哦，啊，你看若做歹代志的，伊敢无良心，伊敢有迄个见孝心嘛？伊嘛是有啊。你看若新闻若报出来，吼，迄做歹代志的吼，伊拢是安尼红甲无面面，拢歹势去啦。伊嘛是有知无知心嘛，哦，只是当伊要去人侵害的时阵，伊的良心放下去啊。吼，无嘛，咱本地就有这有无知心嘛，哦，啊嘛有持良知心嘛，就是这礼让。哦，咱来看，咱来咧坐车啦，看到老人啦、囡仔啦，或者是讲有心的有缘人啦，咱就嘛做主动的，哦，就像让运啦，这拢嘛是有啊，佮智慧之心对毋对，相信咱拢知影。只有代志啊吼，咱拢袂讲为着家己的私利，咱才讲讲怎本地毋对的，咱嘛感觉讲对。为虾米有说？有诶讲，像迄教囡仔就好啊。教囡仔你都教伊毋袂使去偷摕物件，但是有诶时阵，迄物件摕转来，你搁甲学着这囡仔讲袂歹。哦，这是已经违反着迄个，已经就是毋对啊！你搁知讲袂使去共摕物件，但是当你要去共摕物件，贪念迄贪生出来的时阵呢，吼，伊就袂记讲伊家己本地这良心是在做安怎，吼，所以呢。佮较歹的人，就是拢有这良心本性，拢是讲，因为这为着咱主遮讲的，因为你的自由，所以甲咱的良心怎啊扛起来？咱讲的讲良心抬喺较遮边啊，抬喺较遮边咱就家己无看着啊，吼。所以呢，好较过来讲一个理论，就是讲有一个贼仔，有一天走入一个人是户迄个邻居啊，要去共偷摕物件，暗时啊嘛吼。啊！伊走入的时阵，我看客厅咧有光光，啊！伊就甲偷看卖啊，结果是一个妇人人，伊啊偷甲足伤心的哦。啊，看伊啊偷甲足伤心的，啊，中央佫是伊刀啊举起来要自杀嘛吼。啊，这车仔看者，怎紧张者，然后甲撞出去，然后撞出来，然后甲迄个妇人人的刀啊怎抢起来啦。啊，迄妇人人吼。因为要自杀嘛，伊家己感觉讲对这世界已经啥物无啥物留恋啦，啊，就伊的决心就是要自杀。啊，车仔甲伊的刀啊抢去了，再佮甲出迄个刀啊佮抢过来。啊，这车仔坐着紧的，当喊声讲较紧的来，较紧有人来无？迄个有人要自杀安尼。结果因家的人吼，逐个拢暗时啊咧困，逐个拢爬起来，讲是啥物代志安尼？啊，就是讲，去了解这个代志了后，就是讲这妇人人因为某种代志伊安尼想袂开，啊就想要自杀。哦，啊因就在遐家口囥了啊，啊因这家的人才永远想着讲，啊那你家你这个出来，你是咧创啥？吼，这个惨惨的，伊个不遮不表的讲，我本来是要来偷摕物件，啊因为就是看伊要自杀啊，我走较紧来家迄个主动啊，你甲讲。人拢有良心的对无？本地就是拢有良心，啊，只是讲良心，咱良心最容易就放起来嘞。真正为着咱的利吼，拢会埋没着自己的良心啊！啊，我嘛感觉讲，我即摆出去嘛是做好呢，咱亲像咱信前有听着一个迄个卖，迄个咱一个人咧甲伊讲啦吼，伊讲伊咧卖衫嘛吼，啊卖衫吼，拢有当时啊吼，拢。会放天衫啊？为虾米会放天衫？因为拢穿迄个昆州嘛，咧穿衫的时阵拢伫迄个四川市内面。啊，伊迄四川市内面拢有吊迄个吊一寡着，吼，总讲啊袂着的吼，啊把它吊伫遐。啊，即摆伊迄个人咧，你看伊都安尼真整，迄个人看着咧收拢真好咧，竟然是要穿衫穿的吼，啊就安怎衫，
伊摕入你啊无买买，啊怎在内面的迄个衫吼，怎穿伫内面，啊外口呢才去卡钱啊外衫安尼怎穿出去安尼呢？本来伊嘛是感觉讲，我是无可能做贼啊，但是伊看到迄个利益的时阵呢，伊的良心就袂记的啦。咱人若无收呢，足容易互这利益，咱无法度把持掉的，就袂失去。哦，所以就是讲呢，咱就是咱人本地就七分之心，有无之心，是为之上，之心甲是量之心。吼，咱这就是咱的叫做自善端嘛。吼，因为呢，伊着这利益呢，互咱袂记的。吼，所以讲良知良能呢，简单讲就是咱的良心就对嘛。吼，所以呢，较歹的人就无希望讲无良心嘛。哦，亲像咱来看迄个。进前迄个诚信心就好啊。伊虽然讲安尼做甲遐歹呢，相信伊的主路伊嘛无希望讲互伊安尼啊。吼，所以讲呢，互咱了解咱人，因为就是这事业抗住咱的迄个本性良心，互咱的良心无法度自然流露出来。吼，所以咱就爱透过修。所以咱若无来修学道呢，咱因为就是个人的环境，为虾米个人的环境拢无共款？个人的人缘拢无共款，这就是因为咱无修，伊所违反着这良心道德，那么你到尾啊，就是爱随着这因果来出世，吼，出世了无共款的命运嘛，吼，所以这互咱了解呢，咱今仔透过修，无非就是说咱良心在启发嘛，吼，所以就专门先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吼，那么言无主义嘛，讲人性本善啊。确实啊，因为人性本善嘛，吼，咱们应该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甲质相远，吼，因为呢，就是从这环境慢慢理解，吼，来迄个心转变，吼，所以讲人性本来就纯善的，因为就是因为受到外口甲污染，吼，所以讲人性本善，无因无讲。人性本温柔，人性本活泼，因为这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嘛。个性会改，但是咱的人性本身一点的绝对袂改变的。哦，就是因为良心咱迄个需要抗掉的，互咱的良心无法度流露出来嘛。哦，所以讲人的个性会改变的啊。亲像咱后爸还袂学道以前，咱嘛是一个足哪能足屁事的人啊，实在是足毋爱讲话的。嘿，因为伫咧道场安尼，逐个安尼接受，搁前年子安尼来教育，吼，所以呢，安尼学习起来呢，互咱感觉讲，其实咱伫咧道场真的能学很多东西的吼。因为咱本来是足优秀的，互咱感觉讲，本来是足哪能的，但是咱若讲时时接近有长安尼学习呢，吼，有诶讲互咱学习足济，嘛互咱感觉讲加足坚强，互咱学习真济啦吼。这互咱了解讲，人性本善就本善，因为就是环境的污染，互咱慢慢失去着咱纯正的心嘛。吼，所以讲，无怪咱即摆咧感觉讲诶，日子不过西风日下。吼，为虾米？因为就是讲，因为环境甲咱影响，所以讲现今的人来甲看，即摆人的头壳做好是毋是？迄个头壳做好，但是呢，你来看犯罪啦，一寡骗术啦，种种的，是毋是拢五花八门？吼，或者讲处在咱若处伫咧社会呢，一寡有当时啊足侪陷阱咯，吼，这拢是因为咱人因为环境而来影响着咱。所以呢，咱迄个进行一个前中原县长李彦哲伊讲啊，这人若无做对的理想，那么是做无价值。确实啊，你若无这做对的理想呢，啥物叫做做对的理想？就亲像咱国父嘛吼，孙中山先生伊讲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吼，所以讲就是咱若有这做对的观念，咱嘛如果若无这做对的观念呢，那么你出世做人呢？来讲一点仔价值无啊，吼，所以来讲啊，人不因出世而尊贵，人因为行为而尊贵；人不因出世而自善，人因为行为而自善。确实啦，毋是讲你出世是个好业人，是个富贵的家庭，你就表示讲你加足尊贵。吼，咱来看咱好业人，咱才会甲尊贵，感觉讲这良心了，咱会甲尊重。伊只是咱会感觉讲这人。
吼较好运气啦，吼伊生伫咧较好，迄落较有钱，较环境较好诶。但是呢，伊因为若做了无好呢，虽然伊伫遐好诶环境，共款嘛是无尊贵啊。吼，所以咱看有一个过程就是讲，这台北有一个迄个杨老先生吼，伊今年已经80几岁啊。那么伊是一个独居老人啊，哦，伊就甲伊迄个，伊发现将伊的迄个财产的100万的，甲捐出来，互迄个慈善团队，伊用这钱呢，哦，会当去做较济的所在事嘛，哦，啊，人就来问讲，啊，你捐遐济钱，你捐遐济钱，哪会？啊，你买生活要安怎？哦，伊讲我紧啊，我都已经遮济岁啊，哦，我甲遮钱捐出来呢，佫会当吼，佫会当。搁做一寡搁较有意义的，搁会当去帮助搁较济人啊吼。如果我若甲借钱放伫咧银行的，伊只是一种的以前而已啊。吼，甚至我搁会希望讲，我若后摆我是较困难长的时阵呢，我即个身躯我嘛要甲捐献出来有需要的人。吼，你看，伊是一个独居老人啊吼，也毋是讲生活足好，但是你甲看，伊所做的就是用感受，就讲哦，真正是无简单。吼，人伊搁看会推广一下，吼，一个人的尊贵，毋是讲你的迄个出身，伊的条件好歹，吼，咱亲像咱玉祖传经，咱有读过嘛吼。玉祖伊呢，伊是出自伫一个岭南的迄个，咱即个较无开发的山内斗细人，啊，因的家境搁无好，吼，但是呢，人伊知影人较心要求学道，到尾啊呢，迄块经历着一代宗师，你看咱人。这人啊，死去呢，咱讲这人若死，人歹势，讲这了有死人，大家敢无讲惊到要害吼？大家人为了过嘛，拢毋敢吼。但是你看，咱迄个委员做主呢，你看伊死了后，人佫甲伊的肉身呢，佫甲留保存起来，吼，作为肉身菩萨。然后呢，去看，就一段时间呢，竟然佫有人要甲偷剁伊的头啊，吼。你讲落去死人的物件，佫有人要爱，这嘛真正是无简单啊！也毋是讲人伊死了，真正就是足尊贵哦。伊毋是讲出生伫咧好的环境啊，因为就是当伊有付出，人伊所做的就是拢利益众生，所以呢，众生照料伊呢，吼，所以甲伊的物件，只要是伊的物件，咱拢要甲留起来做纪念啊！哦，就像咱之前无讲迄个无讲山迄个星云法师吼。今日专机去到大陆去请迄个舍利子啊，人讲会讲，迄死人骨头就对啦。舍利子有诶是咧这粒啊，甚至伊讲咧像咧较早留落来头毛啦、指甲啦，竟然人拢要甲保存起来。哦，这就是真正讲，毋是人，毋是讲你的尊贵，毋是讲哦，你就是一定爱伫咧好诶环境，拢是因为你的行为所做出来，使人尊重。所以人感觉讲对你会可贵啊吼，所以讲人嘛因为讲人的自身，你出生是无好的环境，啊就因为安尼来自身啊，哦，所以咱来看咱孔夫子啊，咱孔夫子伊细汉的时阵，伊讲五条养生啊，伊出世的时阵，但是环境无介好啊，但是人嘛是行为转移，那么才来成就人一代迄个至圣天师。哦，帮助啊！这拢是因为每一个人所做伊的迄个行为无共款，你是毋是会当使人尊重？这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咱袂使因为这行为呢，哦来影响咱。一个人的尊贵，就是讲人伊发出着人伊的迄个善心，人伊的良心出来做代志，那么成就伊啊吼。所以咱毋通互这名利来影响着咱，到尾啊，人讲会讲啥？咱亲像无魂无体的迄个稻草人，吼，互这名利咱外咧走，安尼会使讲非常可惜啊吼。所以讲咱即摆人讲良心已经破病啊，吼。那么咱就是来自我，咱自我来迄个看咱家己的良心有破病无？迄个镜头是啥物呢？就是自私自利啊。妄想啊，吼是惯性优外在或是积极满足，所以冷漠。吼，即摆可亲像即摆人会病，差不多这个病啊，自私自利有无？吼，伫外口看咧，咱若伫咧照，咱若伫咧外口咧行，咱看，莫讲啥，该少个讲本色就好啊，本色现就该讲袂使乌白蛋，
竟然嘛是乌白蛋，这嘛甲伊写讲袂使乌白蛋混做，但是这嘛时常是水是这呢，吼。甚至呢，咱讲讲，这袂使食薰，嘛是逐个嘛是安尼，我亲像拢无去改，无咧改感觉啦吼，嘛是感觉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吼，所以我是讲报纸啊，新闻咧报的有一寡代志，就是因为拢是自私自利的代志，引起了就这有这问题出来啊。吼，所以讲这种小事影响到咱的迄个一寡小寡代志。那么大事是啥物？咱即摆人有诶生理人诶，为着要得着这个人，眼看进前诶迄个假是安尼问题有无？若讲迄个发生又无发生啊，吼，拢时常炒一寡迄个像迄面包啊，伊拢嘛讲，伊迄拢是感觉讲这是伊诶，拢是真好诶，但是种诶检查出来拢是化学诶。哦，甚至互我变成嘛是搁看咧，有诶生理人安那呢，伊就甲迄个罐头吼，迄罐头已经要过期啊，那么伊拢搁甲收倒转来，啊重新搁处理你诶，搁要调啊吼，搁再定换呢，咱甲看，即种呢，伊敢若想着伊诶美名，但是伊拢无想讲，伊所做出来已经危害着咱。伊遐尔啊侪人诶身体健康啊，哦，所以因这拢无咧顾着这伦理道德啊，哦，甚至着这妄想就是安那，就人流3就对人流啦，哦，咱遮毋知有无？咱时代啊，进行因为啥物抓跑有无？哦，一堆人安尼，咱亲像咧太死啊咧，永远一群人上来，咱是讲是咧发生啥物代志诶？伊竟然讲是咧抓跑啦吼，这创啥啊？有唱一寡迄个哦，迄个物件，一寡少年的就咱撞来撞去啊，吼，妄想就是安尼，人流连衫就对人流啦，吼，咱是像进前呢，就是讲嘛是咧流连啥物啊？名牌，吼，你流连名牌我紧啊，有钱的人你会当去有资格去管啊，无钱的人要安怎？伊是安尼，欠长咧度啊，欠着遐时代才买一个名牌，名牌有诶是安尼哦，有诶安那用偷诶，哦，结果用了就安那，敢是有够歹势啊！哦，这拢是因为咱最忙就是看袂清楚嘛，因为咱目睭看袂清楚，时就借着这个物质，因为要得着这物质的迄个管用呢，哦，所以呢去做了一寡做代志，咱感觉讲迄拢是一种。哦，名牌啊，是一种迄个浪费啊、超坏的代志啊。咱讲的讲你有钱开无路，你去买偌紧，若无钱的人安怎？虽然讲，我有拥有这个名牌啦吼，但是你本身就无钱啊，你敢有这个名牌，敢有啥物作用啊？吼，咱互我嘛感觉讲这种人嘛是足无智慧的吼。搁有这两毛钱啊，两毛就是讲，因为即卖呢拢是科技啊。大家都接触的拢是一寡电脑啦、网络啦，所以讲呢，大家用就是咧买个手机啊，所以我亲像我感觉讲即摆的一寡较少年辈我亲像大家安尼领平均啊，拢无感情同款啊，你若讲像咱家侪囡仔，咱二世会感觉啦，我拢有感觉咱像咱个家厝的囡仔，转来就是关内面啦，伊都就反正无咧管你创啥，就反正伊迄心目中只有就是一个手机啊啦，伊咧上网咧装物件诶啦，伊就感觉讲伊安尼伊诶日子就好过啊。所以外口啥物代志呢，伊拢顶个拢无咧接啊。所以讲电脑科技愈发展，使人诶迄个真正诶迄个观念，我真是愈保持安尼，所以咱来看，亲像咱进前迄个电影内面迄个一个政治有无？这政治呢，因为伊就是感觉讲伊嘛是讲接触的嘛是讲电脑啦、网络的啊，所以呢是感觉讲可能嘛是感觉活甲无意思啦，所以嘛是想讲感觉讲活了无意思啊，所以呢就叫着迄个退社警去共杀人有无？所以伊毋知讲伊安尼的。因为讲伊做这个行为呢，已经危害偌济人的迄个家庭啊，所以伊讲呢，伊佫讲呢，伊家己里边一个志愿讲，人生爱做一件大事，你做这大事，若依照咱的观念来正确的人，感觉讲，啥物叫做大事？就是讲会当去利益众生的，这毋知
才是叫做财主啊。啊，伊个所谓财主，竟然就是去危害人的性命，安尼一点仔嘛无意思啊。哦，所以讲，咱看当伊迄个拍电，人迄警方拍电话当伊厝的时阵，吼，因厝的人嘛拢以为讲，啊，这是迄个诈骗集团，伊嘛无相信讲伊的囡仔会去害人啊。哦，但是伊咧无了解讲，因为这囡仔逐个等来就是拢是逐个因为是大人也无闲啊，无闲无时间搁外面斗阵啊，哦，啊伊的生活内面拢是装在手机啊啦、电脑啦，哦，这种的真正是教坏人的心的，哦，拢因为迄个网络顶悬，看啥物每一个囡仔从少年把持袂牢，哦，啊思想无正确，所做的就已经拢唔对去啦，哦，所以讲咧，咱即摆人良心的破病，就是因为讲咧。无自主啊，哦，所以毋知讲咧，咱一定爱透过就是这学习。所以咱名字来讲啊，无叫我知心非人呀，无叫我知心非人呀，有持用知心非人，有是非知心非人呀，哦，这若无已经无这种的心，无这个自信心的人，已经咱讲会讲，咱毋免已经毋是人啊。因为人就是有人的迄个道德良心嘛，啊你若违反着这道德良心，那种会讲这人啊天生共款啊，哦，因为咱人就是有这道德义义啊，啊天生伊就是无这种物件，啊伊无这种物件，啊咱人你如果若无这物件呢，是毋是违反着做人的迄个原则啊吼？所以咱来看咱迄个伫咧学校内，伫咧学校，咱若要入去来学校内面呢。拢有写着这吼礼义廉耻，这叫做自为嘛，吼。啊，好亲像即摆人对着这体呢，吼，好亲像敢若较无诶，咱来看，这个人你若无体就无礼，这礼呢就是咧违反咱嘛吼。啊，你若无这见孝心就乱来啊，吼。所以讲，咱来看《论语》内面有主讲啊，内之用道为贵，天龙之道出为义，小哉有之。有所不言，知何以何？不以礼节事，亦不可行也。哦，这就是讲礼无非就是要甲伊规范。哦，以前人若有礼，大家就会遵守嘛。啊，所以过去的天龙，伊就是以礼来治理着这国家。哦，所以讲人若有这见孝的心，自然咱大家就是遵守着礼就是规矩嘛。大家若会当遵守着这规矩，那么这国家这社会是毋是就非常的迄个和顺啊？吼，所以讲知何以何？不以礼节事，亦不可行呀。你讲要知你讲要学，就是讲要共款啦吼。啊，如果你若无讲用着这礼，那安尼嘛是乱啊。所以讲，若无以礼节事，亦不可行呀。吼，所以讲这，咱若知影人见孝呢，那么咱就知影人用这礼。那么咱若见孝呢，咱就是守义啊。哦，这个人若无见孝的人，伊就迄伊嘛是做袂对啊。义就是啊，义当然就是拢是见义勇为的代志啊，拢无是为着家己修。啊，伊若无这良知的心，咱嘛是啥物代志拢做袂出。哦，是啊，为虾米会甘有理啊？伊若有想着这义，吼，若想着这义，我袂使咯。哦，无我来人讲啊，别空的时阵吼，是足歹势呢。但是拢无想着这点啊，所以呢，伊所做的呢，就是无下义、无下良，吼，无下，因为就是无这智啊。所以咱爱了解啊，这就是要互咱了解讲，这今日咱守的一个人，这就是咱一定爱遵守的，吼。何况讲恁这个修行学道，无非就是咧恢复咱本来固有的迄个人伦道德。啥物叫做人伦道德？当然就是叫做礼义廉耻。哦，做人就是爱遵守着这八节，哦，好这种是礼义廉耻，哦，这拢是咱人应该爱去做的啊，吼。所以人物主讲啊，救恩之心仁呀，喜恶之心义呀，慈祥之心礼呀，是非之心智呀，仁义礼智非有外涉恶呀，恶不有志呀，不思逆，哦，这就是讲救恩之心、喜恶之心、慈祥之心，这拢是本底就是咱自性所流露出来。自身本底就固有的，这拢毋免经过思考的哦。哦，咱来看一下影片哦。
来看这囡仔。咱就是安尼，你看这囡仔遐尔天真吼，咱就是爱培养像安尼恰主其心嘛。囡仔就是安尼啊天真，吼啊为虾米咱即摆愈来愈大汉诶，都袂记咧讲咱拢有一个七分之心，吼啊所以咧讲迄囡仔遐细汉就知讲，迄动物甲开心咧，迄毋是咱要食诶咧，迄毋是咱应该爱去食。哦，这本质就是咱的七分之心，就是咱自卑心嘛。啊，因为你甲看，真理咧，伫迄本质就是由咱的良心所生活出来，所流露伫外口的。哦，这嘛是叫做咱的良知良命啊。哦，因为咱的良知就知影讲，动物反正，若讲凡是咱咧有生命，拢是咱亲像咱家己兄弟姊妹。如果咱若用安尼想，咱就是要对着去伤害伊啊。哦，啊，但是呢，为着咱的考量呢，咱拢袂记的啦。哦，就感觉讲，咱来看吼，像进前迄个电视咧看吼，咱若要食迄动物啊，但是咱无去看，咱感觉讲大概是对一个，感觉也无啥，也无啥物啊吼。但是你敢无法看伊迄个新闻咧讲的？你敢知？买着伫迄泰国园遐要开园吼，拢就爱甲迄牛安尼。用迄钢槌安尼，为头啊一直甲砍，一直甲砍，咱真正看甲真正看袂到啦。为着要互迄只牛结束伊的生命，伊过来是讲即马做伊就要发达啦，那有要较紧一个，你要死嘛就要死，必须为虾米就爱来家己灵智啊。搁有咱遐像咱咧穿迄羽绒衣啊吼，穿迄羽绒衣，伊拢为迄个鸟仔的毛去处迄鸟的毛吼。啊，伊毋是讲哦，太太再来偷迄鸟毛，伊是活着咧穿诶。哦，看着实在是足恐怖。我在咧看到讲啊，咱真正不忍心搁穿这个羽绒衣啊。真正活着咧穿着毛啊，你看着恐怖，为着安那？为着迄毛咧会水安尼啦。哦，所以咱拢无看着，拢毋知迄恐怖。啊，等咱来看着的时阵，真正咱拢是足不忍心的啦吼。所以讲自卑心，咱本地就有啊吼。那后下呢，就过来讲一个自卑
一个故事啦吼。那么就是讲有一个老人的，有一个迄个妇权威啊，伊有3个囝，伊即摆就是甲因这囝讲，因这3个讲吼，为代表恁水我外口热天啦吼，我就3个月放恁出去，伫这3个月当中吼，恁就感觉讲伫这3个月当中吼，看会当做一件有意义的代志无？那么这3个囡仔嘛是做，大家嘛做认真的，就出去分游啊，出去安尼，去出外口见见，3个月到，3个又倒转来。那么这3个呢，因老爸看到因来讲来，你拢来讲恁伫这3个月的中间，你感觉讲做什么代志较有意义？那么这大汉就甲因老爸讲啊，我伫这3个月当中我做了较有意义，就是感觉讲吼。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咧做珠宝的，有一天呢，伊就拄好有急事嘛，爱去外地嘛吼，伊就要送一包迄个珠宝呢，甲交代互我，其实这个珠宝，这包珠宝偌济，伊本身伊嘛毋知影我若讲甲交代几个人嘛，应该嘛毋知影，但是我嘛无安尼做啊，我只有等下伊转来的时阵，我就要用这珠宝来形容，爱老爸听听感觉讲。你这人真有意，真守信用啊！这就是咱本地就是爱安尼，然后呢，伊佫听第二个讲啊，第二个讲我即个对就安尼走的吼，伫这3个月当中，我就感觉讲，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代志，就是讲吼，我有一天伫咧街仔边咧行路，就是讲看到一个囡仔吼，无注意吼，走去外围迄个街仔底咧，我就怎？人讲来讲，奋不顾身诶，就跳咧，甲这囡仔救起来啊！甲伊这囡仔救起来的时阵呢，因厝诶人为着要感谢我，要偌济礼物要送我咧，但是我无接受啊。因爸爸甲甲我讲，这就是你诶自信心，你会当见义勇为，这袂歹。这嘛是咱本地咱人应该爱去做诶啊。那么伊就问这第3个吼，那么伊这第3个伊就讲我有一天我伫咧山顶咧行路的时阵但是有拄着一个，这个是较早时常，算讲这个人较早时常咧欺负我，我拢感觉讲我有一天我一定咧报这个，算讲一口气拢吞袂落嘛一天我拄着我一定咧报这个了事安就对啊。迄天呢，竟然伊是倒伫咧山边伊人好亲像无爽快安尼倒伫咧山边就挨来挨去安尼，就挨甲安尼啦吼。我即个我会使莫插伊怎行过嘛，因为我看到伊，我就是崩溃啊。但是我佫无安尼做呢，我结果呢，我最后呢，我也是敢若佫甲救呢。因爸爸呢，就甲伊落落因三个讲你袂歹咱你佫会当讲咱讲诶恩将仇报你佫会当以德报怨表示你袂歹这嘛是要甲讲啊，人其实呢，若莫为着咱的迄个自利啦莫互这自利甲咱砍掉咱每一个人拢是有这自卑心，有这同情心嘛所以讲自信有路，必定是见苦必受比，见利必多，见善必行，见恶必退嘛。这就是咱的自信所流露，所以咱的用心流露出来，一定是碰到艰苦的时阵，咱一定会想要去甲伊帮助啊。咱亲像咱进行迄个，咱去年咧过年的时阵，是毋是有一个地动迄地动我拄好就住迄个，管啊，咧管咧大楼，怎叫行的迄时阵你看咧，只片一人偌济人咧救灾呢，那么一管就总会就是，咱一管就嘛是安尼，有派出讲，轮流逐个去去援助。阮迄阵拄仔轮流是咧上尾工的管，阮拄仔安排是咧上尾工，本来是想讲安尼拄仔有机会好来安尼来到出一下力，结果人伊讲，上尾工人已经拢整理了，阮就无去啊。所以呢，咱的自卑心流露出来，咱就是看到艰苦的时阵，咱就想要去甲伊援助啊。看到人拢就想要助啊。亲像咱即马求助了咱就知讲，咱会当求助，会当调整了主。当然，咱是真正朋友，咱有缘呢，咱看到咱嘛想要去甲助啊。这足自然的嘛
见先必言，好诶，咱一定会去做，啊，看到无好诶，咱就袂，咱嘛是咱知讲，这无好诶，咱就是爱讲，这就是咱日常佛经，伊内面诶一种诶出现形来讲啊，理性真灵性。意见真灵成长，理性恶言出生，意见恶言断。这佛经的主见性就是甲恁讲咱若还未迄个真心还未生出来，那么咱爱去甲培养，因为善良、真心的咱有当时爱培养呢，有当时咱像啦，有啦，我有慈悲心嘛。但是呢，我若要讲，人若讲叫我去病院去甲探病啦或者是讲要去甲念香啦迄种的。佮亲像咱敢若做袂来因为这病有当时咱拢会感觉讲，这病有当时讲无好的种传染对吧？若讲去共助念啦，是创啥去共念香，就惊去刷着咧，安尼咱就拢袂定拢有这种的心态这就是咱只要是咱的心，拢无生出一个同理心你看因咧出题咧因咧咱咧捡资源咧，咱捡嘛是捡甲感觉讲足无足袂自然的就对啦。伊则是讲去放平啦，还是讲去去做念啦。伊打做的时阵，伊嘛感觉讲足袂自然的。但是人咱豆做，伊感觉人做了久嘛是足自然的咱若是共款呢，咱今仔日呢虽然讲毋免像咱呢，今仔日咱就是以着助人为重嘛。因为一个人生死轮回咱就是要救人灵性所以讲咱修真嘛是爱先去向人结善的，你修真你甲人结善的，咱这善心嘛是爱流露出来咱若比着讲，像我要来病院共探病，咱甲当做咱家己的人，或者是讲咱若讲真的人，咱拢甲当做咱亲像家己的人，咱就感觉讲足自然的所以讲这种的善心咱还袂做到的，咱时常爱去甲培养若已经生出来迄个